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今天又来跟大家说说这部无人机了。有很多网友都质疑说，这真的是花16000买的吗？是不是我多说了1个零或者2个零？其实不是的，它就是花了16000买的。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，我并不是在炫富，因为还没有那个资本，更不是在为它打广告，就是想用它在记录一些生活还有平常的搞野，一些趣事。在我的视频里跟大家分享。这一部是大疆的御2专业版，加一个带屏的遥控器，还有加一个全能包，还有一个随心换，就价格就这么高了。这个全能包还挺实用的，它里面包含2块电池，一共加这块就是3块电池了。还有一些2副那个螺旋桨，还有一个可以一起充4块电池的这个充电器，还有一个车载的充电器，就是这些啦。里面2块电池，是一些充电器之类的。最看重的就是它这个镜头了，官网上说的是个什么书画镜头，色彩非常的惊艳，就是想用它记录那些惊艳的画面，跟大家分享。还有很多网友说它到底可以飞多高，还有它电池到底能续航多久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等一下的话，去一个安全还有空旷的地方试下它到底能飞多高。好了，还是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比较宽阔一点，相对比较安全。今天是阴天，在这里是。要对下屏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起飞。拉你的马耶，深深表的么尾巴呢拉贵，怕做的没那味道，你莫老的马耶拉瑞耶，梦见这个为这个里路呗，到巴罗呢地面路瑞呢，看到牛人的没路没呀奈马耶表瑞的，土家路呢马耶拉瑞嘞。我个倒数偏美，修改呀都也能嘞，马也找你起来没，找为那个蓝的米瑞嘞，马也拉过路，抵达最大限飞的高度。人拉给都马也，切不呀谁容贵。看它已经飞得到最高了，它只能飞500米，还有那个飞得远的话，距离远的话就是8000米，只能飞高就飞500米了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看得不是很清楚。现在还有50%的电量，还可以了。如果哪天天气好的话，晴朗的话，可能会更漂亮一点。不错了，能飞500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小明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。